在一个闹市当中，在一个星期天，完全没有任何的，没有任何的。 好，香港在过去的3个多月，从6月初开始，其实在街上的一个抗争，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地步。在刚刚我过来的过程当中，在新闻看到，其实，在大概12点多已经出了防爆，而且出了催泪瓦斯。那这个很明显看到。 香港警察已经到了一个疯狂的一个状态，在一个闹市当中，在一个星期天，完全没有任何的，没有任何的，没有任何的。所有群众冷静，麻烦大家停在自己现在的位置，麻烦大家不要移动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麻烦在舞台左方的群众现在跟着我的手势这个方向，然后右转，你就可以到后方去了。这个方向，麻烦往前移动，谢谢。 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到，这种亲中人士他们的非常低质的一个指数。那我们在香港其实每一天都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威胁，我们的安全其实在我们的香港很多的社会运动的人士，其实每一天都在面对这种状况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很明显就是一个打压跟一个恐吓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。那对这个，我觉得香港人面对这种状况是不会退下，也不会因此而被吓怕的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刚刚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这样的。我们先回去。对，我先去处理一下吧。谢谢。中国日报的。阿西加油！